了我，你愿意舍去你宝贵生命，换取我这失落的生命。我愿舍去我的一切，我一切所有，为了你，我愿意舍去我唯一生命，因你爱深深触摸我心。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使徒行传》第19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文杰执事连文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透过陈牧师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圣经共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来高抹陈牧师，将你的话语的亮光向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来解释、来说明，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昨天《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这整章当中看到使徒们雅各还有彼得受到迫害，这迫害是来自一个敌对上帝的势力，是魔鬼撒旦借着希律的权势要来抵挡，不让人的灵魂得救。当彼得也被关在死牢当中的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那在这祷告当中，上帝也行神迹，在即将要行刑的前一夜，那在夜里，彼得经历上帝的拯救，从死里逃生。那我们也看到这一群的使徒们他们是跟当时的罗马政权或是这些希律王是小虾米面对大鲸鱼，但是他们所展现的态度呢是不畏惧，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甚至更比这些掌管地上国的这些王位所做的更加的有意义，也为上帝来卖命。那看到希律王最后他的下场是希律亚基帕，他的下场就是窃取上帝的荣耀，那上帝也让他败在一只小虫，命丧在小虫当中。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到的是使徒行传的第3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8章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就是教会的开始与建立。第二部分已经看完，也是8到12章，讲到教会的分散，那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地还有撒玛利亚的见证。那从今天开始13章到最后结束，讲到直到第几，就是教会的宣教，那在各个地方的宣扬。那我们要请文杰执事带领我们来读今天的13章1到12节。好，在阿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跟希律王一起长大的马念，还有扫罗。当他们在敬拜主禁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来担任的工作。于是他们禁食祷告，给他们按手，派遣他们出去。巴拿巴和扫罗已经奉圣灵差遣，就下西流基去，从那里坐船到塞浦路斯。他们一到萨拉米，就在各犹太人的会堂传讲上帝的道。约翰、马可在那里协助他们的工作。他们走遍全岛，一直到了帕佛，在那里遇到一个名叫巴耶稣的术士，是一个犹太人，自称为先知。他和本岛的总督士求保罗颇有交情。总督为人明达，他邀请巴拿巴和扫罗来，
要听上帝的道。可是术士以吕马反对，他想阻止总督接受这信仰。这时候，扫罗也就是保罗被圣灵充满，就瞪着眼睛看那术士，对他说：“你这个魔鬼的儿子，你是一切正义的仇敌，充满着各样的邪恶诡诈，故意歪曲主的真理。现在主的惩罚要临到你，你要瞎了，暂时看不见日光。”立刻，以吕马觉得一片黑雾遮住他的眼睛，他到处摸索，求人牵他的手，替他领路。总督看见所发生的事，就成为信徒。他对有关主的教导觉得很稀奇。好，谢谢。那这个事件这个宣教的开始是从安提阿开始。那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阿开始。那这安提阿在当时是罗马第3大城，那有接近50万的人口啊。那所以它一方面可以直接通往到这个该撒利亚，一方面也可以直接通往土耳其大树，那一路往罗马相连。如果这是路上的道路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安提阿教会从后来的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那主要就是有3种的势力。一方面是犹太基督徒，那是以像彼得这样子的角色，就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那一方面呢是像外邦基督徒，是像保罗他是罗马人，那他可以代表外邦的基督徒，那他的立场就是属于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那这也是上帝给他的呼召。那还有就是一群是犹太的假师傅，那这群的犹太假师傅不见得都是假师傅，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犹太的信仰是根深蒂固，难以放下。那也包括接受主张要受割礼派的，那甚至还有敌对这一群的基督徒的，或是还有属于像雅各派的，有的是保守，有的是激进。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有这些的势力在对抗。那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派他来关心安提阿教会的情形。那巴拿巴也对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帮助找到了扫罗，并且也把这个教会让他们有借着巴拿巴的他的信心和满有圣灵，然后让安提阿教会有1年的时间，大家一同教导，一起来学习圣经。虽然他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大部分可能没有犹太人背景，但是他们透过教导和学习，更加明白这位从创世纪创造的神。那第1节讲到在安提阿教会当中也有先知，因为提到在11章有提到有先知也是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阿教会，预告全是这个罗马帝国会遭遇饥荒，所以以致他们有来赈灾。那这些先知教师的名字呢，在这里也被提出来，分别是巴拿巴，所以巴拿巴排在第1，那是劝慰子。巴拿巴他也叫做在使徒行传第4章，那他也叫做约瑟，叫做约瑟。那还有西面他有一个绰号叫做这个和本翻成尼杰尼杰是音译，那它意思就是黑色，就是这个黑人 Nick 的这个意思好，那这个西面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常用的犹太人的名字。好，那他就是西门，那他就是耶稣出生有一个先知也叫西面。好，这西面的意思就是听的意思。好，但是这个先知呢，他是一个 Nick， 就是一个黑人，别号叫现代中文本叫黑汉，应该是他就是来自于这个非洲地区。那再来第3个是从北非来的古利奈，就是在北非。好，那这也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成员，就是有
这个提到的从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那还有这个古利奈。好，那这个路球呢？路球它的名字刚好跟这个尼结，好，这个黑暗相反。好，路球的意思就是指白色。好，那一个黑一个白。好，那这个除了白还有明亮的意思啊，所以表示这个教会大概有连先知里面都有不同的肤色或是人种的先知。那还有另外一个1、2、3、4，第4个是跟希律王一起长大的马念。那这个希律王呢，跟昨天砍雅各的这个头的希律王呢不一样啊。好，那这个希律是昨天的那个希律的叔叔，好，就是大希律的第6个儿子哦，5个7个儿子的第6个，好，那是希律安提帕。是希律安提帕。好，那这个希律呢，好，是砍施洗约翰的头。好，那还有就是戏弄耶稣，耶稣也曾经到这个希律面前被审问。好，是这个大希律的第6个儿子。但是这个马念呢，马念是跟希律王希律安提帕一起长大的。好，马念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者，所以跟巴拿巴有一点接近。那他为什么可以跟这个希律王和本翻成分封王啊？那在这里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字，分封王就是他分到1/4的领土。好，那也是指大希律他把他的几个儿子都杀了之后，最后把这些地呢分封给他剩下的儿子分封王。好，那这个马念为什么他能够跟这个希律安提帕一起长大？有的人认为他就是这个希律的女孩子说闺蜜，好，那男生应该说是密友。但是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这个马念呢，好，他是一起长大，意思是指领养或是同养。好，从小时候就把他一起养长大。好，那就有点像这个摩西一样摩西也是被法老的女儿所领养。好，那可能比较多会认为是他是被领养的马念好，那再来第5个，再来就是扫罗。好，扫罗。所以在安提阿教会的先知教师的团队，从巴拿巴到扫罗当中呢，巴拿巴为首，好，那扫罗殿后。好，那但是我们会看到，从明天开始的经文呢，就变成扫罗今天就会看到扫罗，他又叫做保罗，这个名字就开始使用，那变成保罗呢为首。那其他的这些先知教师，好，主要这个头跟尾巴拿巴和扫罗，好，他们就是第2节，他们在敬拜主是禁食祷告的时候，所以这些敬拜和禁食是指这一群的先知还有教师。那他们不是只有说预言，他们也传福音，他们也来见证耶稣基督。那圣灵就透过这一群核心的同工，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我是指圣灵第一人称是指圣灵，圣灵要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来担任的工作。那和本有现在中文本是写指派。和本是写分派，分派。那这个分派呢，它的原文就是分开来派，它就是要把它分开来。所以是可能巴拿巴和扫罗从这一群的先知教师当中分开来。不过我们在读到这个使徒行传后面的时候呢，当他们第2次要布道旅行出去的时候，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也分开来。好，那所以这个分派分开，好，那可能有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虽然使徒行传很强调那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从圣灵五旬节那一天开始，但是也很强调那个散去的时候，那个散去可能比那个聚在一起的时候更加有影响力，更加有这个爆炸力。好，那去做圣灵呼召他们担任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后面就会看到，就是传福音布道，还有要不断的行走的工作。第3节，于是他们禁食祷告。好，那这一群人本来就是在禁食祷告当中得到圣灵的指示，现在他们也继续透过禁食和祷告，那就这个团队就为
巴拿巴和扫罗，好，给他们按手，好，有的圣经写在头上，好，但是原文没有在头上，好，所以就是按手。那差派他们，好，派遣他们出去，出去。所以使徒行传这个英文的 at， 好，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一段开始啊，好，你会看到他们很多的行动，好，一个接一个接一个，然后去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到哪里，好，就是这样一连串来的。第4节，那巴拿巴和扫罗已经奉圣灵的差遣，好，这是过去完成式啊，已经受了这个差遣，所以他们是带着圣灵的这个指示，那就下西流基啊。所以下在这边下的意思不是北上南下，好，是指比较高的地方下到比较低的地方。那安提阿是跟西流基呢是比较高的地方，好，因为这个西流基呢更加的靠海。那从安提阿到西流基大概是25公里，并不远，台北桃园这样子。好，那它下西流基，好，西流基的意思，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指白光，好，白光。那从西流基他们那里搭船啊，往这个塞浦路斯。那从这个地图可以看到，这个 Google 的地图可以看到古代的西流基港，那可能就是当时这个巴拿巴和扫罗搭船的地方。好，那在西流基还有提多，好，所建的水道，好，那这些考古的遗迹，那还有这个他们古代的上城和古代的下城。好，那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地图可以看到安提阿到西流基，好，他们要去的第一站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他们之前呢，这群从耶路撒冷被迫害出来的基督徒教会的信徒，是从耶路撒冷一路到腓尼基，也有到塞浦路斯，也有一群到安提阿，那就是躲过当初基督教迫害基督徒到大马色，跑到安提阿来。好，那这西流基港呢，到居比路，好，这一段搭船的路程呢，好，大约有210公里啊，好，所以要在地中海上航行大概210公里。好，那跟这个耶稣的这个彼得他们的家乡加利利湖，好，那更不一样，好，毕竟这个海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他们所要搭的船呢，好，就是要带着福音出去。好，那扫罗或是巴拿巴，好，他们本身可能就不是在海上航行长大，但是他们现在去传福音，好，就必须要在这个海上，好，来透过这个船交通工具呢，好，去到更远，或是去到不同的地方。那他们为什么第一站就要去到塞浦路斯？那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没有特别的提到。但是去到塞浦路斯，好，可以让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时候是巴拿巴带头，所以巴拿巴也是扫罗的属灵的长辈。那这个塞浦路斯也是巴拿巴的故乡，因为他把那边的土地都卖掉，在这个教会初期，就卖掉他在塞浦路斯的土地，然后变成现金，好，然后就放在使徒的脚前，好，让使徒们来运用，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那也有可能巴拿巴，好，那他还有很多的亲人在那边还没有听见福音，好，所以圣灵要他们出去做工，好，但是至于有没有清楚的指定地点，那这个使徒行传路加并没有特别的指明啊。那他们坐船坐了210公里，就从这个塞浦路斯的西岸萨拉米来登陆。那萨拉米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指盐，可见那个地方就是可能可以产盐啊。那还有他们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的会堂传讲上帝的道。约翰、马可在那里协助他们。好，这是萨拉米的地点，在这个塞浦路斯岛的西岸。那这个地方可能也产盐。好，那在萨拉米也可以有这个巴拿巴的教堂，纪念巴拿巴的教堂。那这地方会不会是巴拿巴的故乡，或是他的出生地？好，那不太查得出来，但是有个纪念巴拿巴的教堂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是他们出来使徒行传传福音的从西流基搭船出来的第一站。那
那施洗对不起，这个马可约翰在这里做他们的帮手，好，协助他们。好，那协助他们什么呢？好，那因为马可约翰跟这个巴拿巴是这个表兄弟的关系，他们的妈妈是姐妹，所以有可能马可约翰的妈妈也是在这个塞浦路斯岛长大。那马可约翰的妈妈叫做玛利亚，但是她都住在耶路撒冷城镇一带，他们才会让他们家马可楼成为那个祷告的地方。好，那他们可能是外出或移民，或是嫁到耶路撒冷去。好，那在这个马可约翰在这里显然他是有提到说他来这个宣教当中他是有帮上忙的，不是闲在那里。昨天的12章也有2段的提到马可约翰，就是提到马可约翰的母亲玛利亚的家，还有提到他们完成那个把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后回来的路程，就把马可约翰给带上来。所以其实路加在这里有几次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也是看得出来路加有刻意的提到马可约翰这个人，表示这个人被提到这么多次，他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人，或是一个所谓被认为是好吃懒做的人。好，那他们就在那里协助。那他们走遍全岛，全塞浦路斯。那这个走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穿过，所以他们是从西往东，那穿过整个塞浦路斯岛。那因为圣灵指派他们要去，所以他们就是不能停，那就是到处去。那一路从西到东的帕福，那这帕福呢真的是在最东边，所以从萨拉米一路到帕福。那这帕福的意思，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指沸腾或是炙热，非常的烫。好，那这个修滚滚，那有可能那边有火山，或是有这个特殊的地形。那但是他们从萨拉米从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开始传讲上帝的道，那一路传讲到了东边的帕福，遇见了一个术士，那这个术士就是行法术。那在第8章也有提到像类似术士好，那这术士呢还特别强调他是一个犹太人，自称为先知，和本直接翻成假先知。好，那现在最后一本的翻译是比较好的翻译，就是他当然不可能自称为假先知，但是他的这个假先知的意思就是他自称为先知，并不是上帝好像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这一群的先知，或是雅加布是上帝借着他来预言来宣布达的先知。那这个术士呢，他可能是透过行法术、邪术，然后他们专门在犹太人当中自封为先知，然后来得到从中得利。那他的名字呢叫做巴耶稣，巴耶稣。那巴就是谁的儿子？那他就是耶稣的儿子，但不是真的耶稣的儿子，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呢，在当时是亚兰文，是一个平常普通名字，就是旧约的约书亚，约书亚。好，那所以他也可以说是约书亚的儿子，但是他们不会说是约书亚，因为他们提到约书亚就知道约书亚这个字是代表拯救，拯救。所以是拯救的儿子，拯救的儿子，拯救的儿子。那这个巴耶稣呢，他在跟塞浦路斯岛的总督士求保罗，那这里是翻总督，和本的修订版翻成省长，旧的和本翻成方伯，意思都是一样，就是总督就是省长。好，那这士求保罗这个名字呢是一个拉丁的名字，那它是有2个字串起来，士求就是大地所生，好，那生为奇妙。好，那保罗这个字呢是指小，就是小。好，所以大地的小，好，那这个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好，但是呢这个省长跟这个巴耶稣2个人呢颇有交情。好，那但是呢这个省长呢是一个通达人，好，那就是他为人明达。通达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博学的，好，他会读书的，好，他是会判断
他是明理的。那所以呢，他虽然有这个巴耶稣犹太人假借先知的名、上帝的名来自称为先知，那常常跟施求保罗在一起，但是他也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所以可见他也在会堂里面在聚会，这个施求保罗。那施求保罗来，他要听上帝的道，因为他对这个旧约圣经一直有很多的疑问，那到底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上帝应许那位先知、那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那位基督，到底是何方的神圣？可是呢，在这里第8节，这个术士以驴马，以驴马呢，这个是就是巴耶稣的希腊名字，所以翻译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并不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同一个人。这个以驴马，那这有被认为是阿拉伯的一种阿拉伯语的希腊名，他反对巴拿巴和保罗，为什么呢？因为怕他的地位不保，一方面呢，他自己也知道他是假的，那所以他想要阻止总督施求保罗来接受基督的信仰。那在这时候第9节，扫罗也就是保罗，所以这时候出现2个保罗，一个叫施求保罗，一个是扫罗保罗。好，那保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被取为名字？那我不晓得特别的安排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在出来布道旅行之后，保罗这个名字才开始被定用下来，才被路加定用下来。那扫罗的意思，扫罗这个名字原来意思就是求告而来，是经过祷告而来。那保罗的意思刚才讲就是小的意思。好，那但是呢，跟施求保罗在一起，那可能就是因为接触了施求保罗，所以保罗他可能开始用这个比较外邦人能够接受的名字，因为扫罗毕竟还是在犹太人的世界当中比较熟悉，但是在外邦人的世界当中呢比较不熟悉，倒是保罗在外邦人的世界当中比较熟悉，所以他就用了保罗的名字。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看他，就睁大眼睛看他。那说第10节，你这魔鬼的儿子，前面耶稣是拯救的儿子，巴耶稣，但是现在保罗看出来了，你不是拯救的儿子，你是魔鬼的儿子，你是正义的仇敌。那就是他是对抗上帝的道，充满各样的邪恶和诡诈，故意歪曲主的真理。所以可以知道说，巴拿巴和保罗一方面在对省长总督在跟他传福音，见证耶稣是基督，但是呢，这个施求这个巴耶稣呢，却是在背后的阻挡他们的做工作，不让他们来见省长，或是故意的在后面来说谎话，在重伤他们。那保罗还宣告说，现在主的惩罚要临到你，你要眼瞎，暂时看不见日光，那就到这里。所以原文是主的手临到你身上就是上帝要动手，上帝要出手，意思也是就是说不用巴拿巴出手，也不用保罗出手，而是上帝自己会出手。但是保罗呢这样子的宣告出来呢，其实是带着权柄的，那这也是耶稣所说的这个天国的钥匙，当你带着天国钥匙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就要捆绑。那当保罗捆绑了这个巴耶稣之后，这个以驴马立刻就是一片黑雾遮住他的眼睛，甚至呢他只能够用手到处摸，那拜托人牵着他的手，不然他没有办法走路。所以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感受。那耶稣也曾经说瞎子领瞎子，这时候巴耶稣他其实是一个假先知，就是一个瞎子。那他呢所带领出来的人也会变瞎，因为他都不知道路在哪里，不知道亮光在哪里，真理在哪里。那还好就是这个总督施求保罗，虽然常常在这个巴耶稣的谎言欺骗假的教导当中，但是上帝
爱事求保罗，特别大老远的从安提阿教会派了一群人搭船，然后到塞浦路斯，从西到东，西到东的路程有145公里啊，走了145公里，来见这个帕佛的这个事求保罗。所以也是上帝看见这个事求保罗所做的。那最后12节，总督看见所发生的事，就成为信徒就信了，因为他对主的教导觉得很稀奇那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时候事求保罗才信，因为事求保罗他本身就是一个在会堂里面敬拜的人，他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他也是一个博学的人，通达的人，就是他会读圣经，而且会去思想，不是片面照单全收，也不是这个狭隘的。那但是他真正的信是指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所以这可以说是使徒行传3次布道旅行当中发生的第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不是医病，不是是属于赶鬼，就是显出魔鬼的作为，是这个巴耶稣号称是救恩之子，但是呢其实是魔鬼之子。那魔鬼意思就是谎言的父那成为欺骗者。那还有就是他也成为第一个有名字的信徒，就是保罗出来传道当中第一个有名字的信徒。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先知教师群，那他们禁食而留心圣灵的提示，知道圣灵要做的不是让他们一辈子在安提阿教会在这边禁食和祷告，而是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但也不是全部人都出去，但是他们所派出去的人都是优秀的同工，巴拿巴和扫罗。那传福音需要有见证人，但是也需要有当地人的引荐，所以巴拿巴和马可，那他们可能有地缘的关系，那是这个马可约翰可以成为他们的帮手，不是帮他们来讲解圣经，可能是帮他们来引荐这些在会堂里面的弟兄和人物那第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术士这个巴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先知，那他攀附权贵，想要得到好处，跟省长总督在一起，但这省长是通达情理，那他的心呢是想要听真道，对真理的渴慕，就好像哥尼流一样。那保罗也斥责这些的邪门和歪道，那省长就从黑暗的欺骗当中看见主的真道，也成为第一个保罗第一个信传福音事工当中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在教会聚集，或是禁食，或是团契，或是祷告，也要让我们一边来听主你的声音，明白主你所要呼召我们去做、去完成的工作因为这都是耶稣他在升天以前所说的，要等候那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就要从城里到城外，到天涯海角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时与不得时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与人分享好消息，来分享见证福音，也愿神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能够渴慕你的真理，也让你的真理成为亮光，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上帝你的救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文杰，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我献上我一切赞美，我一切感谢，为了我，你愿意舍去你宝贵生命，换取我这失落的生命。我愿舍去我
见。